入夜後嘅杜甫廣角咧，非常之熱鬧啊！呢度對面咧好多人咧喺度着晒啲民族服啊，咁樣喺度影相啦，跟住仲有好多人咧喺度自拍。我哋睇下，因為呢度有個旅拍嘅中心喺度可以租衫，我哋睇下仲有啲咩姐姐影俾大家睇。那肯定是例行啊！佢哋打晒燈咁樣喺度影，仲有好多女仔喺度影緊。來的，可以，很好啊！來，你這樣子，對，可以啊。好，你扇子放下來一點點，對，可以。好，低一點點頭啊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抖完了？有啲換衫都揸住個波喺度影喎，好似咁似黃翠如嘅，都好靚。咁你咁樣擺咧，就預咗人哋影你嘅咧。現在打卡嗎？仙女姐姐。過去就過去了。好，再來一張。表情不能搖下嗎？對。大家可以抖動一下。